上集同大家分享真正賺到錢、做大事嘅人，佢哋嘅成功秘訣就係將情緒縮細，將目標放大。我仲同大家分享咗當中2個步驟，今集繼續講埋第3同第4個步驟啦。第3個步驟就係將目標視覺化，將佢擺喺眼前，等你唔好淨係將目標收喺腦入面，因為太過虛無啦。所以一定要寫低佢，貼喺一抬頭就見到嘅位置。可以幫你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但係當中係有竅門㗎。例如唔好寫我要賺100萬，因為呢啲太遠太唔實在啦。所以要將目標寫得更具體、更實在。例如今日同會朋友傾合作，要令佢應承。當你面對對方嘅時候，腦入面唔好諗佢上次串過我㗎呢一啲負面情緒，而係記住目標。例如我要令佢點頭。最神奇係，你會感受到你嘅神情、語氣、姿態會自動調整，比任何情緒管理方法都有效。第4個步驟就係設計一個專屬嘅情緒開關，好似演戲咁切換狀態。事實上，高手唔係冇情緒㗎，而佢哋係想有就有，想收就收。所以一定要為自己整一個實體動作做開關，例如摸下戒指就進入目標模式，清空所有情緒，又或者飲啖水就返日常狀態，可以放鬆落嚟。講完咗4個步驟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，就係我朋友點樣用呢個情緒縮細、目標放大嘅方法，成功解決咗佢同佢老婆因為洗碗而鬧交嘅問題。當我朋友情緒一湧上嚟嘅時候，佢就幫情緒貼個標籤。佢因為自己好攰，唔想洗碗，所以個情緒標籤就叫疲累。接落嚟佢就摸下戒指，立即進入目標模式，清空所有情緒。佢嘅目標好清晰，就係想11點安心去瞓覺，並唔係想贏呢場交。於是佢就同老婆講：老婆辛苦啦，今日我洗碗吧，以後買個洗碗機幫輕家務，大家就可以輕鬆啲。我聽日就去買啦。結果佢老婆啖氣立刻落咗。當洗碗機買咗返嚟後，佢哋冇再因為呢件事再鬧交，關係仲好咗添。聽完呢個真實例子，大家不妨問下自己，平時同身邊人爭執嗰陣，你係一心想贏咗場交，定係想守住自己真正想要嘅結果呢？其實情緒縮細、目標放大唔係一套空理論，任何人遇到瑣碎爭執、情緒上頭嘅一刻都即刻用得㗎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下集同大家分享更多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